各位的兄弟姊妹，感谢主，咱今仔日阁来到上帝面前来遮敬拜主，借着这个电脑电子网顶的聚会，咱三合伫遮见面，借着神的话语彼此勉励，互咱伫即阵这个疫情当中，得到上帝的力量，去安慰甲平安。由上帝甲咱同在，对开始到落尾，求伊的灵来感动咱的心。神的话语满有力量，神的话语是咱脚前的灯，路顶的光。所以咱虽然伫患难当中，神永远甲咱同在，无离开咱，因为伊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所以咱有法人靠着主的恩典，虽然伫疫情当中，咱仍然有法人向前奔跑，因为上帝无离开咱，甲咱同在，这是最大宝贝。咱虽然毋知影疫情伫时的这个结束，但是咱看去最近这个疫情的数目一日比一日较减少了。盼望伫无久的将来这完全会恢复正常，愿主的名得到荣耀。咱毋通袂记得伫怀苦难当中的人，伫病痛当中的人，为因祈祷。求主互咱机会，向怀心中也无接受主的人来传福音。求主互咱智慧聪明，来向因传讲上帝的听。咱来下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的听筒，你的恩典，你是阮的救主，你是阮的创造者，你是阮的天父。阮的一生有你的同在，阮一生一世有恩惠甲慈爱，均缀着阮，阮就毋免惊。你也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气力，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有了你，阮也阁惊什么呢？上帝，你是丰富的，你是全能的，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你知影你正经你的痛苦、忧愁、甲烦恼，求主你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来供应、来帮衬阮，好叫阮伫这个疫情当中得到平安。虽然有的人得到这款的病痛，但是阮恳求主，互因伫病痛当中减少因的肉体上面的痛苦，也赐予因心灵的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早日来恢复健康。阮为着怀人来祈祷，也为着怀伫生理顶面、工作顶面有需要的人祈祷。求主你甲因同在，也互因恢复这个生理。互因的恩典，有的人做见证讲，上帝过去的几年当中，只有伫圣诞节生理较好，但是有的人做见证，虽然伫疫情当中生理也是无啥减，阮为着安尼来感谢，愿道灯的增加，感谢主的听筒甲恩典。主啊，阮将这一切荣耀归乎你。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主，求上帝你甲阮同在，求你的灵做感动的工作，讲的人甲听的人，拢得上帝你的造就甲恩典。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是温柔赤诚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站在你心
为何你还推却耶稣的恳请？他恳请你尽归家。为何你还但也不认主救恩？他引诱你把血上归家，归家。伤心愁闷着归家，耶稣温柔慈善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何等奇妙，耶稣已经许你，应许赦免你罪恶。只要你肯回头悔改认你罪，他就是平安喜乐。归家，归家，伤心愁闷着归家。耶稣温柔慈善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耶稣温柔慈善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站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归家，归家，伤心愁闷着归家。耶稣温柔慈善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各位的兄弟姊妹，我会记得伫罗马书第1章第16节有安尼的一句话讲我无以福音做见效。这个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虽是犹太人，也是希腊人，还是希尼尼人。其中一句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啊，咱就英文的原文的这个，咱就英文的这个 dynamite dynamite 是啥物啊？韩文的叫做炸药啊。啥物是炸药呢？当咱看去伫咧走路还是一座山要甲爆炸的时阵啊，还是要开路，要钻这个山洞这个放还是开孔伊若是放这个炸药落去啊，哇！这个爆炸的时阵啊，这山崩石裂啊，搁较用搁较大地的石头拢会去会离开啊。所以伊迄个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圣经讲这个福音有一款的能力啊，是大能啊，亲像迄个爆炸的迄个力量啊，是何等的厉害啊！那么到底这个福音的这个大能啊，伫什么情形下面来表现出来呢？伊的表现啊，就是什么啊？这个福音啊，有法能改变人的生命，并且将人伫罪恶当中、伫死亡当中、伫撒旦的权势当中啊，甲你抢救出来，互怀信靠这个福音的人啊，
有法通出世入生啊。什么叫做出世入生呢？离开了迄个死亡啊，进入到永生的情形入去。好，圣经啊讲啊，信的人啊，不至灭亡，反倒当会得到永生。这就是这个福音的大能力。还佫一项，当人接触福音的时阵啊，就是这个大牌人、大罪人，因的生命啊，也是得改变。对歹、毁坏人生命的，变做一个有法通造就别人啊，做好人啊，做好歹，有法通造就别人的这款人，有法通改变别人的生命的这个人，真厉害。所以咱看到，伫咧传福音的时阵吼，有一个犯大罪的人，甚至乌社会的头啊，当伊接受福音的时阵，接受主耶稣伫伊生命当中，伊的生命就改变。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3日后复活。埋葬了，第3日复活起来，来彰显伊是神的囝，这款大能力。所以这个福音啊，当人接触的时阵，当人接受的时阵啊，就改变一个人，就是大罪人啊，来得到改变啊。咱今仔日的题目是讲到扫罗伊的改变甲伊的奉献。扫罗是啥啊？也就是保罗。当伊改变的时阵，当伊悔改接受主的时阵，上帝就应伊，诚做上帝手中的器皿，诚做上帝所答应忠心的仆人啊。所以伫这个教会界当中啊，无论伫天主教、伫基督教当中，无论是在神学界当中啊，对保罗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伊的写作啊，影响了当代的人，也影响到今仔日的人，对社会产生这个真大的影响力。今仔日，咱就是要讲到关于扫罗的改变，扫罗的悔改。咱的经文啊，是集中自《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19节。那么保罗甲扫罗是同一个人啊。扫罗是伊开始用的时阵是啥物啊？扫罗的意思伫原文是叫做asking。求问的意思，求问神，求问的意思，也是意愿wish 伊的愿望的意思。那么保罗呢？咱们迄个扫罗是希伯来文啊，旧约也是有一个叫做扫罗是头一个王，以色列的头一个王。那么保罗也是上字名是希腊文啊，拉丁文叫做保罗斯是 small 是水微水的意思可能是顶摆未信主的时阵是一个骄傲真伊的人膨胀起来因为做宗教的这个领袖到后来伊信主了后谦卑了。将较微细所以咱今仔日来讲到这个扫罗的代志。那么关于这个扫罗伊的背景伊出世伫大索是基利家Tarsus， 就是今仔日土耳其Turkey。会境内顶当时称为个小亚细亚的一个所在叫做大索，伊是出世伫迄个所在，伫迄款希腊文化的环境内面。
那么伊的族类呢是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伊的宗教开始伊是犹太教是虔诚的犹太教的信徒，而且是极端的犹太教主义，真热心的犹太教会做律法的伊做一个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就是犹太教的宗教领袖那么伊的教育呢是受到这个加玛列是当时有两派这个犹太教做律法专家这个真有学问的学者先生受教伊这个加玛列的学派内面影响来学习。那保罗呢？这个扫罗呢，22岁左右就接受了律法甲先知传统的一个教育伊佫学习到希腊文希伯来文叫阿兰文那伊咧做这个犹太教真热心犹太教的当中呢，伊逼迫基督徒。迄初期教会迄信徒真热心但是这个扫罗压迫因，将掠去全家，甚至掠去甲伊害死，用石头忝死所以咱看这个尸体犯咧被害时阵，伊伫边头感觉真欢喜我掠到这款的新教这个基督徒甲掠去刑罚用石头忝死，伊伫遐感觉真欢喜并且伫咧共人照顾怀衫，伊迄个少年的时阵咧照顾怀衫所以伊毋但逼迫教会伊也是当时呢是逼迫耶稣当耶稣叫伊显现的时阵耶稣甲伊讲：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伊逼迫教会，也是等于逼迫耶稣咯。那么伊的国籍是啥物呢？伊是犹太人，但是伊的老爸是罗马的公民，罗马籍，所以伊本身也是罗马籍。这个罗马籍当伊伫咧传福音的时阵，有拄着被关押的时阵这个犹太籍对伊也是有帮助咱过来看。这个犹太教为什么会逼迫基督教、逼迫初期教会的信徒呢？为什么呢？头一个原因主要是初期的教会的信徒大大去传福音，被圣灵充满，因大大去传福音，真侪人信主，教会大大的复兴并且迄许多行神力奇事。当伊咧行神力奇事的时阵，因归功于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阮有法人行神力奇事，拢是耶稣基督对死来个活伊将迄个力量圣灵的感动，使了圣灵伫阮的身上，互阮圣灵的充满，有迄个属灵的能力来讲道，有法人讲方言并且讲到其他毋捌听到的外国的方言是有地方每一个国家无同的方言而且行出神力奇事，拢归功于耶稣基督。所以当时人犹太人真无满意真气焰圣经讲神的道兴旺起来。伫耶路撒冷门徒增加了真多，也有真多会做祭司祭司是犹太教伫圣殿内面咧做这个献祭甲祈祷的工作，因做也信了这个道理。
这个尸体犯你教因讲道的时阵，有圣灵的能力行了真侪神力技术。那么初期教会呢，复兴就引起了当时犹太教的大本营迄真反感，互跩真正警惕，跩人信教你讲甲咱的信仰无同归功于即位顶12届的耶稣基督所引起当时犹太教领袖的反感所以当时有一间附近有一间所在对这个离别地那会堂的几个人，并且有鼓励来人亚历山大这个所在基利家、亚细亚的特点下跩会堂内面几个人拢起来来甲司提反辩驳。为什么叫伊辩驳呢？因为司提反所讲的道理教因无同教因无同那么这个逼迫教会的这个其他这个原因，就是跩使徒跩门徒耶稣的门徒，你讲的信息甲因无同甲因无同因反对彼得甲跩门徒。因的信息因为因所传讲的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证明是旧约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是上帝找伊来拯救世间人来为着世间人来顶跩做顶12届但是呢，跩犹太教的人唔相信，因为因对这个弥赛亚的信仰甲观念交跩信徒无同跩新的信徒是耶稣上帝找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要拯救，虽是这个犹太人，然后外国人然后跩信主的人真热心，叫咧传讲这位复活的主，而且讲到这位耶稣基督是上帝找伊来反倒当拖跩犹太人掠去顶12届，互因欺负掠去顶12届。这个12届是一个真见效的一个所在为什么跩犹太教的听见教因的无同因犹太教的跩犹太人甲跩宗教领袖因所相信的是对这个因的圣殿伫旧约的圣殿头一个圣殿被毁灭了后，因的百姓会互人掠去外国将圣殿毁坏，将圣车毁坏放火烧，拢是因相信拢是犹太人犯罪得罪了上帝，上帝才借着外邦人来攻破因所以就一直到新约的时代，还佫拖跩罗马人来管，有经过这个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经过希腊的帝国，那个现在伫新约耶稣的时代叫主复活的，也佫是伫这个罗马人的帝国所管辖统治下面所以因跩旧约因传落来，因的信仰的是说，这个弥赛亚来毋是要互人欺负掠去顶12届。这个恁所讲的这个耶稣，毋是阮旧约所相信的。这个耶稣，这个毋是阮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要来拯救、来复兴以色列国的一个人所以伊来的时阵，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带着大队的这个军兵来战胜跩外国人跩互人欺负跩帝国罗马帝国，然后复兴以色列国。因的信仰是安尼但是跩信徒跩彼得跩使徒
怀文都咧传讲诶，弥赛亚叫因无送啊，所以因袂可能接受连带将基督徒所传讲诶信息将因人当作是一个异端诶人啊，叫犹太人无相同诶，是异端诶人啊，并且恁讲这个弥赛亚为什么互人掠去钉十字架？佮顶骹耶稣十字架顶骹，佮写着说这个是犹太人诶王耶稣。难道弥赛亚互人掠去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咧顶死这大犯人、大罪人诶一个刑具啊！阮无相信安尼啊！恁这信徒这基督徒啊，当然是一个异端邪说啊，所以因无接受，所以又派人出去去掠因，去禁止因夺因，将伊掠去关监，将伊掠去害死。所以保罗伊也是安尼，伊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伊阁是一个法利赛人，阁较无法通接受耶稣所做所为所以伊绝对袂接受在基督徒咧所传的道理，也无接受因所以建立这个基督的教会。所以凡若是信这个教的，伊就要去掠，伊就去要动就要将伊来害死所以咱看保罗咧迫害，开始迫害基督教会，也是在信徒基督徒的情形啊。所以第7章伫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58节安尼讲啊，伊说伊就将司提反是一个基督徒，圣灵充满的伊就将伊甲伊掠去到城外，用石头甲伊讲跩做见证要来害司提反的这个人，跩人将迄3个绑伫边头，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将跩3个绑伫扫罗的骹前咧甲伊割跩3个。然后第60节7章第60节安尼讲当司提反头石头舔咧要死以前司提反讲：说主啊，毋通将跩罪归伫跩人的身顶。讲了这个话就困了。圣经佫讲，说扫罗也欢喜司提反被杀，被掠去舔死。你看觅咧，这个少年家因为热心犹太教，因为跩耶稣跩信徒传耶稣即复活的救主因毋接受，将跩信徒掠去害死，掠去关。所以佫另外一个所在伫8章第1节到第3节安尼讲，说对于这个日子起对于迄个司提反被拍死迄个时节伊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掠去迫害教会掠去迫害除了使徒以外，门徒拢分散伫犹太撒玛利亚逐个所在，有虔诚的人将司提反的身躯埋葬了为因对行大口。扫罗却是残害教会入去逐个人的家中，将迄男女拖来掠去关监。这是描写扫罗怎样迫害教会，将教会会怀信徒掠去关监。那么伊即款的情形伊带着即款的热心伊就向当时这个公会讨一场这个
许可证，就是一张信件，一张批，要摕到大马锡大马锡要干哪子呢？主要是要去缅怀基督徒所以咱来看伊这个经历是怎圣经也记载伫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第9节安尼讲，伊讲扫罗就是海教会这个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嘴内讲怀威胁的话来要杀害的话去见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有迄个权柄求这个文书，一张文书就是一张批托这个大马锡是北方的这个城市大马锡的各会堂，就是犹太教的这个会堂说若有拄着找着跩信奉这个新教在基督教的人无论是男女，拢准上准扫罗甲因捆绑，甲因掠去绑咧，并且给带到耶路撒冷去受审。第3节，扫罗就叫一帮人一家同行的人，要去到北方的这个大马锡的时阵，扫罗咧行路，你要到大马锡伫路顶忽然间对天顶有发光。看见天顶发光落来，四面照着因，伊就跋倒，伊就跋咧涂骹顶，伊就听起声音，甲伊讲，有听到声音，伊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我？第5节讲，扫罗讲，伊说主你是谁主讲，我就是你所逼的耶稣。你看伊要去逼迫怀基督徒，耶稣讲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逼迫我。所以凡那是逼迫欺负基督徒的人，就是逼迫耶稣，逼迫这位创世主是耶稣上帝所差遣来的这位救世主。这个罪是何等的大！耶稣的声音佫讲：是起来，入去城内，你所要做的代志一定有人会甲你讲，有人会甲你讲。所以第7节讲，伊同行的人，叫扫罗同行的人，就徛伫遐，讲袂出话来，大家去戆遐去吓着，去惊着，喙内煞无法通讲出话来，听起声音，但是无看到人。伊个同行的人，然后第8节讲，扫罗对地顶起来，对涂骹起来，徛起来，天开目睭但是无法通看到。有个人就牵伊的手带伊入去到大马锡这个城内。第9节讲，扫羅3日未看到，也毋食，也毋啉，3日目睭未看到，毋食佫毋啉。第10節，迄个时阵伫大马锡有Damascus大马锡，就有一个门徒，名叫做阿拿尼亞。主伫異象當中對伊講：阿拿尼亞，伊講主我伫遮。主對伊講起來，到迄條直的街伫迄條街叫做直街，伫猶太的厝內去訪問一個對大數來的叫做掃羅，伊拄佇遐咧祈禱。所以這個又佫看見一個人叫做阿拿尼亞。入去還手佇伊的身頂，要叫伊看到。這個是佇異象跟阿拿尼亞講，那是阿拿尼亞本身看到異象，就是看到家己佇異象當中咧幫助，咧甲這個掃羅所做的代志。13節，阿拿尼亞回答講：主我聽見真濟人講伊說這個掃羅怎樣佇耶路撒冷去苦害
去陷害怀圣徒啊，并且伊伫遮得到祭司长所讨伊的这个权柄的一张批，伊有法通将所有人啊掠去捆绑并且凡也是求告耶稣的名的人个掠去第15节，主对阿拿尼亚讲，伊说你只管去，你做你去耶稣讲，伊说这个扫罗啊，伊是我所竞选的器皿特别吩咐。伊说这个扫罗啊，虽然伊是陷害教会，杀死一下教会的人掠去关卡过，但是我要改变伊改变伊伊是要伊是我所竞选的器皿所用的当用的人伊要伫外邦人、甲君王、甲以色列人的面头前宣扬我的名扫罗啊，伊要向外国人传福音毋但对在外邦人佮对在君王甲在以色列人要传扬耶稣的名。我也要指示伊，为着我的名，的确会受真侪苦难伊讲这个将来要为着我，为着主耶稣的工作会受真侪苦难所以哈拿利亚就去了，就入去到扫罗迄个店的迄个家内，就换手伫扫罗的头顶，伊讲兄弟扫罗伫你来的路顶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啦伊是找我来，叫你目睭有法通看见，佮要互你充满圣灵圣灵要充满你扫罗迄个时阵目睭就看见了伊的目睭顶面有一家可能鱼篮里对顶下目睭内面落出来伊就看见了并且伫遐甲伊洗礼受洗礼，所以因食了身躯就健壮了。扫罗就甲大马色的一个兄弟姊妹踮了一段时间，住咧做一段日子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要竞选这位大罪人扫罗。这个扫罗是逼迫教会、害教会，就是害耶稣的，就是要逼迫耶稣的人。上帝改变伊，有迄个光对天顶落来照伊，伊煞痴迷，煞袂看见。后来就找一个阿拿尼亚来帮助伊，为伊祈祷，可以目睭会看到主的圣灵充满伊个伫遐甲伊洗礼。那么以后呢，这个扫罗要去倒落，又去读神学无伊的造就，伊的做神学叫伊的所讲的道理上启示圣经有几个所在安尼讲等伊信主了后伊所受到的训练是啥物呢？伊伫阿拉伯的旷野受到主的训练所以伫加列太书第1章第11到第18节安尼讲，伊讲兄弟是扫罗讲伊说我甲恁讲，我所来所传的福音毋是出于人的意思我传的福音毋是人共我讲的，是上帝主共我讲的启示伊的。因为我毋是对人领受的，也毋是人教导我的，乃是对耶稣基督启示的。所以伊所讲的道理真理拢是耶稣启示互伊知影的16节，既然乐意将神的囝启示伫我的心内，叫我将伊传伫外邦人当中我就无有甲属血气的人相容咯既然是耶稣找我去的，伊就去了，无甲人相容。第17节讲，也无有去耶路撒冷去见迄比我先做使徒的人，独是伊去到阿拉伯
抗压咧，后来一个活到大马色，伊过了3年才到耶路撒冷去见这个彼得，甲因相甲徛15日。保罗也个扫罗也个有一个真奇妙的经历是啥物啊？上帝托伊去到第3层天得到上帝的启示，见到一件真奥秘的代志。圣经过林道后书12章第2节安尼讲：我认捌一个伫基督内面的人，伊前14年被提到第3层天去，第3层天或者伫心内我毋知，或者是心外我也毋知，只有神知影。保罗被提到，被上帝提到第3层天，就是乐园内面得到上帝特别的启示。什么叫做3层天呢？第3层天原来咱这个地球咱这个地球有海甲陆地，有树林各种的。这个个起去头一层是有水分的，这蓝色咱对太空看落，这个有蓝色有云的所在，叫做第1层天，头一层天。搁较起去就是太空咯。咱现在有一家科学家咧放火箭太空船到这个有月亮、星星、太阳的这个太阳系这个所在跩叫做什么呢？第2层天。就是太空，这个太空搁起去是第3层天，上点的所在就是有天使，有上帝，甲面徛做一个这个所在叫做第3层天，真奥妙的一个所在，就是上帝的所在上帝托有一款的经历去到第3层天，可能上帝伫遐将伊一个奥妙的代志托伊看去。启示互伊知影。过来，保罗伫传道的时阵有经历过真侪苦难，所以伫生活当中伫苦难当中，伊学习到这属灵的功课。譬如说伫腓立比书伊讲啥物我靠着主大大喜乐伊的喜乐伫苦难当中有喜乐。乃是有圣灵甲伊同在，靠着主大喜乐。我并无因为缺乏什么才讲出来话。我无论是伫什么的情况下面都有法通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伫任何的环境当中，伊学习到这个知足这项代志。我知影要怎样处卑贱，也知影要怎样处丰富。或者是拔足，或者是饥饿，或者是有春，或者是有缺乏随时随在我拢得了秘诀咯。所以伊就讲，我靠着迄个寄托我力量的耶稣，凡事拢会做，凡事拢会行佮刷落去呢，保罗伫圣灵甲充满内面伊得到能力并且伫圣灵的带领下面伊有3摆出去外面去传福音，去别个国家去传福音，去欧洲迄个所在是小亚细亚去非洲，去欧洲这所在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带人信主建立教会。后来呢，这个继续过去去坚固教会坚固因的信心。处理教会的代志，说落去，保罗伫一生当中得到上帝的启示，耶稣的启示了后伊就写了伫新约27本册当中伊占了13本册，几乎是一半只有希伯来书这本册作者毋是上有诶猜可能是保罗若是保罗还是扫罗所写的，伊就是14本册咯。所以全本的新约当中有273967新约是27，旧约是39，是27本册当中新约的书卷当中保罗占去一半
差不多要一半，欠一本啊。譬如说罗马书咯，也是以下的哥林多前书、后书咯，加勒泰书咯，以弗所书咯，腓立比书咯，哥罗西书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咯，提摩太前后书咯，提多书咯，也个腓利门书咯，一共在称呼做保罗书信伫在当中影响着当时的教会，影响着现在的教会。其中有包括分做真侪类有包括的这个救赎论、基督论末世论、教会论、宣道的书信、教牧的书信真侪对当时的社会宗教、政治道德教育影响非常的大，毋但是当时受到影响，到现在受到影响，所以真侪个人因着读伊的书信，研究伊的书信灵性得到造就，并且伫这个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的这个路德兰马丁路德，伊受到当时教皇的限制心内无得到平安要怎样得救是毋是伫咧最好代才会得救一直读到保罗的书信罗马书内面讲到说，因着信来得救，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伊才得到头棒，才有这个发起了这个宗教改革影响真大。毋但当时一直到如今，也阁受到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扫罗还是保罗的影响。那么保罗的书信当中有真侪方面伊叫咱着学习这个乐观，咱着乐观伫苦难当中，现在是伫这个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阵，真侪人真痛苦忧伤保罗甲咱讲是恁着常常喜乐怎样讲呢？伊说恁着苦主常常喜乐。我搁再讲恁着喜乐，着叫众人知影恁有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皆着祷告祈求，甲感谢，将恁所要的工神讲，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的确伫基督耶稣内保守恁的心怀意念。所以咱伫患难当中咱苦主才会常常喜乐，毋是苦家己，着苦主第二，伊叫咱收起，毋通犯罪，毋通含怒，含着收起到日落。收起是逐个人会收起的但是收起的时阵，伊讲毋通犯罪毋通将迄个收起放咧到日落去，也阁定定收起。要困的时阵收起，你要困收起哪会困咧落去会影响到第二日的工作咯。定定安尼身体就会破病咯所以伊劝咱收起，毋通犯罪，毋通含怒，怒就是收起到日落伊讲毋通贪爱钱财这个提摩太前书6章10节安尼讲贪财是万恶之根什么叫万恶之根呢？就是逐项的犯罪歹的代志就是因着这个贪财来。人若贪财会做真侪歹代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财将人害死，来欺骗人将这个生理抢来将人陷害将人害死，所以做一个不法的代志所以贪财为万恶之根有人贪恋这个钱财就伊的心就被引诱离开了真理了，离开了真道，
就用真侪的艰苦受苦啊，将伊的心甲你插透，真可怜待。伊也是保罗教是咱来常常谢恩啦，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伫基督耶稣内所托咱的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叫咱着常常谢恩伊叫咱着向前看，毋通向背后看所以兄弟我毋是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项代志，就是袂记咧背后努力面头前向着标杆直跑，为着要得到神伫基督耶稣内要呼召咱所得到的来得到这个成事。上帝要叫咱得到成事，所以咱就向上帝，向着耶稣基督迄个所在标杆直跑，将后壁过去的时间日子，无论是苦难，无论是成还是败，咱袂记咧向着标杆直跑来得到上帝的成事伊佫讲上帝恩典高业难用保罗心中有一支刺，伊3摆祈祷，上帝无答应伊，将这个刺摕走但是也所甲伊讲，伊说我的恩典高业你用因为我的能力上帝的能力伫人软弱的时阵显得更较完全你什么时阵软弱咯，来靠着上帝的恩典，什么时阵就刚强起来。耶稣是3摆祈祷，耶稣伫要顶12届以前伊向神祈祷，上帝求你将这个苦杯摕走散走3摆，上帝天父无答应伊所以伊就顺服上帝的旨意。耶稣讲：愿你的旨意成就，毋通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上帝你的天父你的意思所以这个真重要保罗伫患难当中，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日子，是一生就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上帝的道路赢过咱的道路，上帝的意念赢过咱的意念，上帝知影透透咱一生知影透透，所以伊什么对咱较好，咱就顺服。虽然艰苦，咱吞忍靠主的恩典，咱什么时阵软弱，靠主的恩典，什么时阵就刚强起来。所以咱一生有上帝的恩典，叫上帝的旨意稳定这个大笔王讲是我一生一世必有主爱，甲恩主恩主甲主爱随着我一生一世有主爱。甲恩惠随着我搁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上帝恩典高业难用。现在伫苦难的时阵，真侪人生活真艰苦，病痛各款的问题真忧愁。上帝讲，伊的恩典高业难用伊的恩典伊的能力伫咱软弱的时阵，显得迄个恩典更较完全咱愈软弱，上帝力量就加添互咱。最后一点，保罗讲，伊是伫罪人当中伊是一个罪魁，就是犯罪做伫当的这个犯罪的头罪魁就是犯罪的头。为什么保罗安尼讲呢？因为伫过去未信主以前，怎有迫害教会，掠人去关，掠人去害死逼迫在信徒就是逼迫耶稣，所以伊感觉伊的罪真重所以伊是犯罪的头，袂做值得赦免的。无配得赦免的，但是恩典，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赦免伊的罪。所以现在有真侪人别人叫伊信主耶稣，伊讲：哎呀，我真侪罪我无配。既然耶稣赦免了这个大罪人保罗，这个扫罗，当然伊也是
会赦免，凡也是接受耶稣的人，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会得到上帝的拯救。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满有慈爱、怜悯的上帝，伊赦免凡也是悔改、相信、接受耶稣的人，耶稣拢要赦免你，诚做神的囝儿。毋是咱已经做啊神圣咯，做善咯，做一个圣人咯，咱才要接受主，上帝才要赦免咱，毋是安尼。圣经伫罗马书第5章8节安尼讲，独独基督耶稣伫咱抑阁做罪人的时节请注意，再讲过，咱抑阁咧做罪人的时节，伊就为咱来死了，耶稣就为咱来死，神的爱就伫这个所在显明出来。毋是咱已经做好人啊，做真神圣的人咯，逐项做改变好，才来接受主。伫咱犯罪的时阵，上帝就疼咱，为着咱的罪死咯。所以只要咱接受主，咱就会得救。因为英文简单讲，神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子使徒因，叫一切信伊的人不至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神疼世间人，这个世间人，无论你是有犯大罪、犯小罪，拢是罪，上帝拢会赦免。只要信这位耶稣基督，就要出世入生，毋免得到灭亡，反倒当会得到永生。现在，咱就将这个福音传出去，还未接受耶稣的人，就赶紧信主趁现在今仔日也有机会，今仔就是你的机会。咱三合额头，上帝多谢你，借着今仔的信息，你怎样拯救这个大罪人扫罗你用光光照伊，并且呼召伊，诚做你的囝儿，诚做你福音的出口，将福音传到真侪所在去，写了真侪你所启示伊的书信，神的话语，叫当时的人得到益处，得到福气。时间虽然过了遮多年，现在世间人凡也是接受主耶稣的人，仍然得到上帝的赦免，得到上帝的福气得到上帝这所赐的永生。求上帝祝福在真心接受主耶稣的人，就得到上帝你的福气。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